越南峴港更新兒旅遊玩得開心食得滿足，全程李先生做帶領得非常之細心。上集第1、2天你可能睇過，現時第3天開始了，內容非常之精彩，不要錯過而家去片。呢一集進入第3天，行程豐富。在第2天看過水燈後，峴港巴拿山佛手金橋、峴港觀音山、峴港粉紅大教堂。第2天遊覽過居住溫德姆大飯店。第3天早上行程開始了，節目豐富，巴拿山法式山城度假村、太陽世界入口處。由呢條路一路直上會去到度假村。通道商場內有小食可供購買，行一條好長嘅路去坐吊車，沿途有樂師演奏，途經一間佛寺，在高處向下望嘅景觀，開始乘坐吊車上山，有海拔1487米至1500米之間。團友都非常之開心，但當日天氣大霧。峴港巴拿山法式山莊由越南知名太陽集團投資，目標是重現法國殖民時法式主題度假村。最著名佛手金橋，當日落雨，微微細雨，煙雨朦朧，好有詩意。要擔遮較為狼狽一點，四處遊覽一番，環境不錯，有啲藝術嘅設計擺設。越南太陽集團董事長是鄧明祥，主要經營豪華旅遊和度假村。法國殖民時期結束後，越南經歷了越戰。巴拿山被遺忘了幾十年之久，直到2007年，越南最大房地產開發商太陽集團接手投資復活了這地方，投資規模16.6億美元，提升法國村及夢幻樂園、纜車系統多個區域酒店。愛之花園種植了好多花朵。新集團與多家名公司合作，如洲際酒店集團，有皇冠假日酒店、假日酒店度假村等名牌進駐，在煙雨朦朧之間怎麼都看不清，好容易迷失方向。每種景物都特別有意境，只要用平常心去欣賞。跟住我哋去這個地方食一個中午飯自助餐。大堂設計寬敞，自助餐有3層，採光式天花透光，令到大堂非常之光亮。團友在這裡有2個小時，慢慢享受自助餐美食。餐後自由時間，原來自由觀賞。在這個地方找景物非常困難，不容易走回頭路。設計有一個中國式嘅寺院，種植好多嘅曼陀羅，這種植物有毒的。曼陀羅花是一種有毒植物，全株皆有毒。園藝設計連花朵都似佛手，用這松鼠做燈飾，非常特別。在這看不清嘅環境找回頭路，非常嘥時間。教堂靈感來自巴黎聖丹尼斯教堂，外觀宏偉典雅，有尖塔彩繪玻璃與洗拱門。小
致許多遊客拍攝婚紗，感受歐洲風情。教堂內裝潢莊嚴，可供入內參觀。約4:00鐘欣賞完山莊環境，坐纜車落山腳。落山後以日落西山坐車去食一個晚飯，再返酒店。團友盡興而返，非常開心。園區非常之大，如果好天一日，可能玩唔晒。第4天，這種果實不知叫什麼名，在酒店側跟公園。我哋住宿嘅酒店環境非常之好，門口大堂對出。第4天，酒店自助餐後乘車去一個海灘，這個海灘名為美溪海灘。當日陰天，風浪唔大，海灘非常之恬靜，適合漫步於海灘上拍照留念。如果風浪大，應該會好厲害。峴港美溪海灘是一個長達30公里的海灘，其細軟的沙子和清澈的海水聞名，曾被富士評為全球最美的沙灘之一。海灘位於峴港東部海岸，方便從市區前往，並且沿岸設有完善的設施，包括海鮮餐廳、酒店沐浴區和水上活動。除了在沙灘上漫步曬太陽，還可以參與海上摩托艇。當地小販非常識做生意，見有旅遊車就使埋你。團友買了當地嘅榴蓮，在附近長凳享用。乘車到達五行山山腳，零售售賣包包最多。峴港五行山也稱為大理石山，是一個近郊綜合大自然景觀和宗教文化景點，需要乘坐4層高電梯上山。山上的佛塔，5座山峰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座山組是遊客最常參觀的部分。有多座寺院和佛塔，如靈應寺、慈心寺等。山中有多個天然洞穴，如圓空洞和陰府洞，裡面供奉住佛像和菩薩雕塑。雕塑栩栩如生。洞穴陰森濕滑，入面有佛像。天然洞穴值得參觀，看到一線天。一院新淨經常有維修，供奉釋迦牟尼。歷史可追溯至古代占婆時期。曾經是印度教聖地，後來轉為佛教。特色是祭祀越南皇族及孤魂，並因出產優質大理石而聞名，是五行山文化與宗教歷史的重要體現。慈心寺擁有精美的大理石佛像群，庭院式建築、圓空門、3台寺等同一構成五行山獨特的宗教景觀。參觀完畢食一個團體餐，飯後乘車去觀音山參觀，經過這隧道到達觀音山。觀音山位於茶山半島靈應寺，這座觀音像高達67米，面向大海，是峴港的重要地標，也是越南最高的佛像之一。周邊環境開揚，令到心情舒暢。莊嚴肅穆白色觀音菩薩像高聳入雲，據說非常靈驗，香火鼎盛。寺院周邊有野生獼猴出沒。
小心強搶食物。於山茶半島上觀看對面峴港市區。如進入住院內部，需要脫鞋。穿住短褲短裙遊客可能需要為上寺院提供布裙以示尊重。跟住乘車可以飲一個下午茶。在河邊濕地公園附近餐廳。在這裡河邊飲咖啡，非常之浪漫餐飲，由旅行團供應。在這處靜的路邊，天然環境飲咖啡賞心樂事。這位團友好細心，飲完咖啡去食一個晚飯。餐飲由旅行社提供蒸汽海鮮餐。呢位團里友話長腳蟹好食，大頭蝦任食，非常之鮮味。每樣海鮮都非常可口新鮮。每位團友都食得非常之滿足。第5天離開酒店去機場途中落起小雨，在商場行到中午時分食一個特色越南餐。每次餐飲都非常適合香港人享用。食完中午餐仲有一個行程參觀粉紅色教堂，在雨中去欣賞一個教堂，好特別的感受。峴港大教堂耶穌聖心堂是法國殖民時期於1923年建造哥德式建築，是峴港市唯一的天主教堂。其粉紅色外牆和高塔上的風信公雞是其特色，見證了100多年的歷史。行程完結，好多謝領隊李先生遭悉心照顧，新義旅遊值得跟佢去玩下，飲食好適合我哋啲團友。好多謝新義旅遊領隊租李先生呢幾日用心帶領我哋愉快的一個假期。歡迎免費加入我頻道，下次再見。